陈廷辉伫2024立委选举当中，支持者无分党派支持，以132300外票高票当选，不止摕下女性第一关票，而且票数嘛是全国第一，得到397万选举补助款。依照民进党党中央规定，缴回1/3，剩的1/3，267万7000外块，这是率先全国设立公益信托，专属捐出作为关怀弱势用途。从过去无论议员或立委，我每一次的选举补助款我都做公益，但是我发现说大家还是会怀疑到底你做了哪些公益。即使我们办了很多的活动，我们每年都会办关怀弱势，但是呢，大家还是会存疑。尤其大家知道说，越接近了选举，那就会有很多的所谓政治口水。那我就想说，干脆我们既然要捐，就把它捐得更透明，捐得更彻底。所以我就跟会计师讨论说，我们是不是就来做公益信托？一开始他们其实都持反对，公益信托整个就是被管控。我说我就是要被管控，而且我们希望是由金融单位来做管控，甚至是由会计师、律师大家一起来监督。那么以后大家在这个款项当中，全部在这个专户里面，大家都看得到，也知道它用到哪里，这个都是公开透明的。陈廷辉开创立法院的新模式，将选举补助款公益信托全程公开透明。这项信托计划由台湾银行负责管理，确保资金长期运用透明，会当监督，并邀请专业会计师以及律师组成监督团队，让善款发挥上大效益。他就是找了我们金控界的台湾银行的龙头来做公益信托，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，他愿意把选举补助款这样全数的捐出来。当然是扣掉，党中央的1/3的部分，剩下2/3就他回到公益信托。那我身为首届的信托监察人，其实事实上我会执行我该有的信托监察人、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。那我会严格来监督他是否在本公益信托里面所执行的公益事项，还有他的财产状况，那我也会负责集合他的财务账册、他的文件以及他的公益信托的资料。陈廷辉强调，选举补助款来自选民的信任，政治人物应该用行动回应期待。人民希望的是更多温暖甲感动，而不是抹黑甲攻击。未来这笔信托基金将会持续投入各项关怀计划，确保爱甲善意长远的延续，和政治成为改变社会的力量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